通小北路，交通有没有关系哦，这个积水溪的桥梁，这积水溪的堤防，正前方那个是中山高速公路，南北中山高速公路，中山就是国父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。哦，正前方积水溪的南边，你看到红屋顶有没有？紧靠着那个堤防旁边，红色屋顶那边，那个就是宋江关、宋公关。赵家祖先就从那边开始。